头拄仔听咱献歌队用真水的诗伫遮伫学乐愿阮咱的教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性命就亲像一首遮尔水的诗歌献伫上帝的面前，也祝大家伫新的一年中间心神平安肉体健康得到上帝丰富的恩典，熬做工荣光上帝的圣名。咱额头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伫新年第一个主日，阮欢喜的心注入伫你的圣殿来学乐你的圣名。主，你是万宽容的上帝，也是疼痛阮的牧者。伫阮过去一年久，你有保守祝福阮，互阮肉体心神得到你的坚固，互阮逐样的需要拢得到你的加添。阮一生行过的年日，拢有你的固守甲同在。主，阮要学乐你的圣名，也要献上阮的感谢。愿上帝伫新的一年继续来保守祝福阮，互阮会当牵条伫你真理的话，阮一生所行过的路径，遵循道理来行。互阮所讲、所行、所做一切，会当利益众人，荣光上帝的圣名。主，阮即时安静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敬拜。我要通过你圣经的话来领受活命的美娘。愿上帝差遣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用谦卑的心神、虔诚的态度膜拜，互阮对圣经的话来得到快乐甲帮赞。阮恭敬将阮的敬拜对头到尾交托伫上帝的圣手。愿上帝亲自引带祝福，同心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不配，靠无罪罪所基督圣出名来求，阿门。今仔日是咱今年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用这个咱真熟的一段经文甲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做信徒的模范。咱在每一个过年的时。大家人的心境检采拢无啥相共。有的人感觉过新年敢若无啥物新的感觉迄个心态顶面无啥物欢喜，也无啥物款的愿望。但是有的人伫过年的时检采伊对伫新的一年有真强烈的一个期待，有真大的一个愿望。所以咱捌听过有人写即个对联安尼写讲处处无家，处处家；年年难过，年年过。这种的心态，就是一种消极无带着愿望一种的心境。有一个英国的诗人，伊捌安尼写讲炉火已经熄灭，炉火已经熄灭。伊就是讲有的人的这个性命行到一个坎站，非常的野善。就好亲像即个拍铁的即个师傅伊的即个炉火已经失去。咱知即个拍铁的师傅，伊要互一个钢铁会当来真做无共款的即个工具必须爱有即个真火热的即个炉火伫迄个所在来烧打铁趁热即个钢铁呢，才会当完成咱所期待的迄种的形安尼。所以炉火已经失去，意思是讲迄个师傅安怎伫遐讲迄个青铁安怎讲拢无啥物款的结果因为迄个炉火伫迄个所在已经熄灭。所以伫生命中间无抱着愿望，无抱着期待消极的人就亲像即个炉火已经熄灭。但是另外佫有一个诗人伊写讲面对新的一年，就好亲像一个教徒跋筊的人重新佫得到一笔的筹码伫迄个所在摩拳擦掌伫迄想要好好再拼一番安尼迄种的心境就是讲我会当重新开始我伫即个过程中间，我会当好好努力打拼我会当得到我所期待的迄个目标安尼。我想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拢是受恩的儿女
咱捌伫圣经拢安尼看见，讲既若伫基督内面的人，拢是新创造的人。所以咱伫生命的过程中间，每一日拢改旧换新。过去已经过，要顶头开始，亲像一个新创造的人。过去的暗淡、黑暗、失望、无处事，拢已经过去。面对的是一个有处事、有光明，伫迄个所在非常有愿望的日子。所以咱伫新的一年，咱每一个人检采拢有新的期待新的计划。我头拄伫咧参加第一场的时，伫遐看见咱教会的即个报告，就是新的一年，咱有一个读经的计划，伫遐要分组有团契组，有个人等等遮的。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目标。当咱若所差的表来迈进的时，咱伫咧明年的年底，我想咱就要非常的欢喜因为咱伫迄个所在丰收含泪耕耘但是伫迄个所在要欢呼收割。所以咱伫咱个人的生命的过程中间咱嘛爱有目标，嘛应该爱有成长活的物件拢会成长，死的物件就袂成长。所以咱的肉体会成长，咱灵性的活命嘛会成长。所以咱伫新的一年，咱应该对家己有一寡期待一寡要求，一寡目标。安尼咱的生命伫迄个过程中间会当更较丰富伫迄个所在会当结出更较水的果子。今仔日咱所看的即个经文内面遮保罗咧勉励即个提摩太，讲叫伊毋通看家己少年，都爱伫伊的言语、行大、听信、信心、清洁的顶面做信徒的模范。做信徒的模范，就是做标杆的人物咱知伫即个企业界管理的顶面一个名词叫做标杆学习。咱知即个标杆的意思就是咱知咱常常咧量即个地界量即个面积的时阵咱拢爱用伫一个参考的点伫遐放一支即个杆子量测的人就通过即个标准伫迄个所在来量出伊所期待的迄个面积，也是讲迄个地界的方位。所以伫即个管理的顶面，在讲标杆学习，就是讲起伫即个同才同一辈，也是相同的背景的组织，也是个人遐比较的过程中间，有一寡较突出会当真做别人学习的迄个对象咱常常就讲迄叫做标杆人物真做会当互学习、互参考的一个对象。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文内底，即个保罗就即个提摩太伫迄个所在，期待伊会当真做信徒学习的即个标杆人物。咱知保罗伊伫哥林多前书有几摆伫遐拢邀请遮个教会兄弟姊妹用伊家己本身来做模范来学习安尼亲像哥林多前书4章16节，讲我恳求恁着爱来学习我。是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讲恁着学习我，亲像我学习基督同一样。伫遮保罗毋是爱伫遐假熬，讲我真熬，恁大家拢来学我，较毋是安尼。伊伫迄个所在就是真谦卑，真期待伊家己本身会当真做一个好的模范，会当互信徒通过伊来跟对基督，来学习基督。所以咱知伫迄个所在，伊期待伊家己好的品行行大，会当吸引别人伫迄个所在来刻无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刻无真做一个好的信徒。咱知上帝伫逐世代伫迄个所在拢咧超找，大家真济个人会当来跟对伊，会当画出伊的形象。咱知伫创世纪一开始，就咧讲上帝创造的时，人甲其他的生物无相共的所在，就是人有灵性，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伫
逐世代拢伫迄个所在咧呼召，大家爱活出即个亲像甲伊相共的即个上帝的形象。所以咱看见耶稣来到世间，伊伫呼召的时，伊拢讲来跟对我，来跟对我意思就是咧呼召侪人伫迄个所在来学习伊，欢喜伫生命中间改旧换新，搁甲伊相甲相亲像。所以咱知一间教会是兴旺的教会，复兴的教会，也是衰微的教会。咱看伊的信徒就知影伊是毋是一个即个复兴的教会。迄个上重要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个信徒因是毋是欢喜立志，伫迄个所在学习基督跟对基督，是毋是欢喜伫生命的过程中间，无论伫言语、伫行为、伫听心、伫信心、伫清洁的顶面，拢做别人的模范。保罗伫即个所在吩咐即个提摩太，讲毋通互别人因为你少年，甲你看轻，都爱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清气的顶面做信徒的模范。咱知保罗对即个提摩太的即种的勉励，表达伊对即个少年人有信任、有看重，真期待伊伫咧教会中间会当真侪一个真好，互人伫迄个所在学习的对象。咱知伫圣经的中间有记载，保罗常常差派提摩太去解决一寡重大的案件。譬如讲，伫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伫迄个所在记载，即个教会咧面临迫害的时，伫迄个所在派即个提摩太去教会去坚固遐个信徒的信心。咱知影人伫咧拄着困境的过程中间，信心常常伫迄个所在会动摇伫迄个所在袂稳定常常强要失落迄个真重要的信心。咱若去市面上看，有一本册过去真有名，是教会的即个册局咧卖，即马已经外面的册局嘛甲翻译嘛咧卖，叫做《沉默》即本册咧写讲，伫早期的即个幕府时代日本的即个幕府时代伫遐即个伫遐即个基督徒受迫害其中有一个天主教的即个神父，伫迄个所在煞背教伫迄个所在原本是咧宣扬福音的人但是伫迄个过程中间灵心倒退正伫遐逃闪逃走呢。伫迄个所在，伊讲一句话，讲我会当忍受这痛苦受迫害的痛苦，但是我袂当忍受上帝恬恬无声受迫害无要紧，但是上帝你的安慰、你的扶持、你的帮衬应该爱到位我会当忍受迫害，但是我袂当忍受上帝恬恬无声。所以咱知影，伫咧考验来的时、挑战来的时、试探来的时，是咱信心常常会摇拽的时。保罗伫帖撒罗尼迦教会受迫害、上困境的时，叫一个少年人提摩太去坚固信徒的信心。所以伫遐咱就会当知，这个提摩太本身伊的信仰的基础是非常的好。咱看哥林多前书第4章记载讲，哥林多教会有足侪纷争伫遐冤家有足侪冲突甲问题真棘手的问题。保罗嘛差派提摩太前往伫迄个所在来，甲遮个信徒勉励，讲伫教会内底要安怎伫基督的内面要有新的活命甲新的生活。所以伫遮咱知影保罗对提摩太非常的欣赏，嘛非常的信任。所以伊随时伫迄个所在伫遐甲伊提醒互伊会当真做一个标杆人物通学习的人。所以保罗伫遐讲毋通互人看你少年。而且保罗你讲起的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灵性的活命，
你信仰的这个灵程啊，甲你的年岁啊，无迄个必然的关系。啊，无因为讲你较少年，你的信仰就较歹；啊，无因为讲哦，你可能较年长，你的信仰就较好。无即种必然的关系。伊讲毋通互人看你少年。啊，意思就是讲即个基督徒即个灵性的成熟啊，即个程度啊，无甲你的年龄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伫迄个所在会当来勉励家己，啊，互家己的即个灵性的活命伫遐成长，会当更较成熟，真侪别人的模范安尼。咱毋知影圣经内底讲少年到底是几岁，但是伫犹太人因的即个习惯内底，会当做兵的人啊，就是少年的人，所以大概是30岁、40岁左右等等。所以伫遐保罗伫遐甲勉励讲，毋通互人看你做少年，你着爱伫正代志吼，才言行行大、挺身信心、清气的顶面做模范。虽然这5项毋是咱灵性的生命的全部，但是伊却是咱生命中重要的部分。所以咱真侪一个信徒，咱定定讲，咱要传福音，啊，咱要有好的行达。这5种的品行，这5种的好的表现呢，啊，要真做咱真重要的一个基础。大圣保罗甲讲，你着爱伫个言语的顶面做模范。咱在雅各书3章2节有记载讲一个人若无伫言语的顶面有过失，安尼伊就是完全的人。哦，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伊讲一个人若伫言语顶面无过失，安尼伊就是完全的人，也是2种的意思。第一种的意思就是你表达这个讲话啊，是非常的重要。伊毋是普通的功课，伊是灵性的功课。一个人若无过言语，若无过失，伊就是完全的人。表达这个言语是真重要。第二个，伊是咧讲起什么？就是你讲起咱每一个人拢毋是完全的人啊。所以咱伫个言语的顶面啊，多多少少啊，拢会有过失安尼。所以一个信用好的人，伊必须爱学习。伊的讲话必须爱互上帝的神伫迄个所在来管理。咱在雅各书，伊用一种的比喻，伊讲即个讲话啊、语言啊，都好亲像是火安尼，会当互迄个树拿伫迄个所在毁坏。咱常常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吼，一点仔的火啊，但是会产生足大的迄个破坏的迄个溃烂。所以伫迄个所在啊，讲喙齿啊是百体中间上细的一个，但是伊却有遮尔大的一个溃烂，亲像火的溃烂。咱知言语无一定是负面的，火嘛毋是负面的。啊，伫咧寒天的时，火会当互人感觉非常的温暖。啊，伫咧黑暗的中间，火互人看见光明。啊，伫咧即个食物件的时啊，火会当互咱伫迄个所在将物件煮好熟，啊，食了啊袂歹腹肚安尼。所以火有正面的功能，有负面的功能，就看咱安怎咧运用。所以讲话嘛是安尼，讲话嘛是带着溃烂。啊，一句软骂的话、攻击的话，啊，伫迄个诽谤的话，会互人的性命啊落伫迄个即个深坑内底，灰心丧志啊吼。但是一句鼓励的话，可能互一个失望的人会当重新徛倒起来哈，面对伊新的人生。所以基督徒伫生命中免管理家己的喙齿。互伊的溃烂，成做一个建设性的溃烂啊！这是咱爱学习的功课。雅各佫用一个比喻讲这就好亲像咧骑马的时啊，迄个即个马啊咧加迄个缰绳吼，迄个要控制伊方向的时啊，即个骑马的人伫遐控制伊方向，都爱有即个缰绳甲控制掉咧。人伫喙齿。若无法度约束的时，就好亲像即个野马，无法度控制伊的四界乱走，四界曲撞安尼。所以一个好的信徒，伊的话讲话
必须爱互上帝的神来约束。所以学习家己讲话会当尊谈上帝的意思，互上帝来管理，这是灵性的功课。所以伫以弗所书第4章29节讲误会的话一句都唔通讲，独独随时爱讲造就人的话。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咱讲的话是爱互得到利益。原文的意思是讲，爱互人得到稳定啊。咱所讲的话，爱互人有建设性，伫迄个所在来亲近上帝。所以咱在歹的话这个破坏的话这一句都唔通讲，应该积极讲建设的话，互人得到稳定的话，得到造就的话。第二项讲，爱伫行达的顶面做好的模范。伫17世纪有一个传教者，伊捌讲一个好的模范就是上好的讲道啊！上好的讲道，毋是即个牧师，也是宣教师讲偌济真好的内容，较毋是。讲基督徒的好的模范就是上好的讲道。咱若伫咱的行道、咱的品行顶面有好的表现，就要吸引人来就近耶稣，来跟对耶稣。若无好的品行的，咱的性命就要做负面的教材，人看到咱都无想要信耶稣安尼。我会记我伫小学2年的时，迄个时阵台湾的即个经济佫毋是遮尔富裕，迄个时阵阮上即个音乐课的时必须拢爱2班合作阵来上安尼。所以特别上课的时2班钱做阵一块桌细细块本来坐2个，即摆爱坐4位安尼。所以上音乐课的时拢非常的吵，老师拢真头壳疼所以这个班长就爱维持秩序安尼。迄个时阵我做班长，甲另外一班的班长2个拢坐做阵。有一摆咧上音乐课的时这个隔壁班的这个班长，伊看到这个音乐课本顶面有画一个囡仔喙足大的咧吟诗安尼，伊就足咬真，伊就将伊的镜头去囥喺迄个喙的所在，然后结迄个足痛苦的表情伊的意思是讲，伊的手去互迄个大的迄个囡仔去夹着安尼啦所以就表达足痛苦的表情，看起来足好笑，怎笑出来安尼。结果2个班长就互老师叫去台下顶发徛面对大众安尼伫遐老师讲一句话，我毕生难忘，拢袂记咧。迄老师讲啥？讲恁做班长爱以身作则毋通以身作贼你爱有好的品行你毋好表现迄个负面的教材诚做迄个歹的模范呢。虽然迄个时阵感觉有一点冤枉啦本来嘛真乖咧就是感觉好笑笑一个就用发徛呢。但是迄句话呢我一世人拢真深刻的印象。基督徒伫生命的中间呢，毋通做负面的教材，都爱有好的品行。一个好的模范要诚侪上好的讲道。所以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讲，既然恁受调，恁的行达都爱甲恁受调的恩相比拼意思就是讲，咱伫咧受呼召的时，上帝用什么标准爱咱伫迄个所在来表现？咱就爱甲受调的恩相甲来比拼，爱甲迄个标准呢，有相共的相对称安尼。所以伫即个所在咧讲起一个好的基督徒，伊应该伫生命中间爱有好的品行。第三讲爱伫疼心的顶面来做模范。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遐写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其实嘛是真严厉的话。讲既然有疼心的，就是对上帝来生的，而且认捌上帝；无疼心的就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疼。讲有疼心的人是对上帝生的，认捌上帝；若无疼心的人，伊毋是对上帝生的伊嘛毋捌上帝所以咱是毋是一个基督徒，是毋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咱是毋是对上帝
来生的。真重要一个标准就是讲，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是毋是有教义的疼心？咱在伫咱的信仰的中间，咱讲这圣经来甲浓缩做一个上尾一个字就是疼呢吼。所以伫路加福音内底有一个律法先生甲耶稣咧谈论，讲安怎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结论就是讲就爱疼上帝，搁爱疼厝边亲像家己。疼上帝的表现是通过咱疼人来表现。人若无法度疼即个看会见的人，哪有可能去疼迄个看袂见的上帝安尼？所以伫圣经的中间，假使咱讲上帝是疼，咱的画面对伫伊生的，咱就应该爱有即个疼心的血统安尼吼。若无疼心的人，毋捌上帝，嘛毋是对上帝所生的。所以伫好的撒玛利亚人内底，咱看见耶稣咧讲起一个有疼心的人，伊的表现是安怎？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伊的疼心毋是讲即个祭司也无要管，利未人也无要管，爱一个外邦人甲即个犹太人，佫有一点冲突的即个吼，即个民族的因看袂起犹太人看袂起的人，竟然来帮助伊，安尼会疼心。较毋是个安尼尔，咱转去好佫甲看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故事，即个比喻内底，伊内底用足侪的动作。即个伊看见即个落伫困苦的人的时圣经讲伊就动了慈心伊的心就开始伫迄个所在发动吼，伫迄个所在非常的激动吼，伫迄个所在想要来帮助人。所以，就用油用酒伊的心毋是个有感动的呢，伊就用伊的行为，伫迄个所在呢，用酒甲迄个伫迄个所在油，伫迄个所在甲清伊的伤口，甲包好。一般的人若看到遮的时，就感觉讲，即个人已经非常的好，因为祭司毋管利未人毋管，竟然让伊伫迄个所在用遐济时间来照顾，安尼已经是真了不起啊！但是你继续甲看，伊佫用炉甲载去伫客店，毋是伫遐就甲放咧，伊伫迄个所在佫甲即个头家吩咐，讲吼我有一寡代志爱来去办，你来照顾，需要偌济钱吼，我连咪倒转来的时我才佫来付伊安尼。所以伫遐咱会当看见真济的动作。伫遐动了慈心，伫遐用油甲抹，伫迄个所在送去客店，伫迄个所在吩咐即个头家来甲照顾，然后伫遐讲伊要负责到底安尼所以即种的疼心是叫做微不足道，毋是微不足道，即无微不至无微不至的爱心。所以理论的顶面基督徒应该爱比其他的人佫较有疼心，基督徒应该比别人佫较欢喜去侍奉别人，基督徒应该比别人佫较去关心遮个弱势的人。所以伫遮保罗爱即个提摩太伫疼心的顶面做信徒的模范，就是爱伫灵性的顶面做大人，做爸母毋通做囡仔，做囡仔兼在拢个接受对老爸对大人来接受来摕来讨安尼。但是你做大人的人，你都爱伫迄个所在是互人甲人相甲分享的。所以讲，毋通互人看你少年，你的灵性会当是表达非常的成熟的。你应该伫即个疼心的顶面做正人的模范。第四项讲，伫信心的顶面做信徒的模范。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讲人若无信，就袂得到上帝的欢喜。人若无信，就袂得到上帝的欢喜。意思是讲信心人的信心是得到上帝欢喜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人若无信心，无论你去做甚物款的好事拢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人对上帝无信心，就是无将上帝看作上帝。就好亲像即个儿女无要认家己的爸母做爸母共一样，这是一种的侮辱安尼，所以当然是未得到上帝的欢喜。
信心也是咱伫个生命中间迄个属灵的精进吼，真重要的一个武器甲秘诀安尼吼。保罗伫以弗所书第6章有提起讲伫属灵的精进的时啊，这个信心就好亲像是盾牌，伫迄个所在会当抵挡啊，这个魔鬼的火箭安尼。咱在人伫个面对困境、挑战、打击的时，常常是考验信心的时阵。我头拄仔所讲这个沉默内底吼，你讲一个传教者，一个神职人员，伫迄种的锻炼的中间啊，伊伫迄个所在失望啊，伊感觉讲上帝恬恬无声啊，所以伫迄个所在伊背教安尼吼，迄是一个痛苦的经验，咱无法度讲伊毋对，咱无法度批评伊，因为这就是人性。人伫两者的中间伫迄个所在常常信心会游荡安尼。所以对上帝的信心是需要锻炼需要锻炼伫困境的过程中间，对上帝无信心的人，常常会活伫埋怨、无仰望的中间。所以咱在真做一个信徒真重要，就是锻炼信心的这个功课。所以咱看见出来记这个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过程中间。这个摩西的信心的考验非常的大，因为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用这个风条、火条这种的神迹，带领因去出埃及。虽然因看过这种的神迹，但是当因伫个旷野无物件通食的时因就伫迄个所在埋怨。想讲我倒转去埃及地佫较好吼，我乃着爱伫即个所在受苦。当伊面对即个埃及的队兵伫甲因迫害，伫迄个所在咧甲因辱的时阵因逐个人伫迄个所在惊吓吼，伫遐想讲哇惨特别面对死亡安尼。但是咱看见即个摩西伊的表现甲因无啥相共。因伫迄个所在讲，恁着爱恬恬无声吼，恁着爱恬恬无声，因为咱看袂到的上帝今仔日就要伫即个所在为着咱来见证看袂到的上帝，今仔日要伫即个所在来为着咱的见证。伫个所在讲，今仔日恁就要看见耶和华上帝的救恩。所以伫个所在会当看见伫困着来无共的过程中间，有信心的人甲无信心的人的迄种的表现。有信心的人伫危急的时，伊会当安慰别人；伫个危急的时阵，伊会当真做别人的鼓励。但是无信心的人，检采就是济济埋怨、济济累积，甚至来离开上帝。第五项讲，伫个清气的顶面爱做模范。清气伫原文的意思是无瑕疵伫圣经的内底有讲一句话，讲是啥人会当登耶和华的山，是啥人会当徛伫上帝的圣所，就是心清气、手清洁的人。伫这个所在讲心清气、手清洁，就是讲人本身有内面甲外面内面的是一种动机，外面的是一种的行动啥人会当去爬迄个耶和华的山，啥人会当徛伫伊圣的圣所安尼，就是心清气这个心清气手清洁的人对，无论伫内在外在拢清气的人，才会当伫上帝的圣所，伫迄个所在来徛在来敬拜。来在亚伯拉罕真做一个信心的老爸伊就是一个心清气、手清洁的人。咱看伊伫即个伫个即个创世纪内底，伊伫甲即个买好人伫遐咧做买卖的事，伊伫手续的顶面非常的清楚，伫迄个所在付出即个教业的钱银安尼，伫遐阁有人伫边仔来做见证所以创世纪23章讲伊伫迄个买卖过程中间非常的清楚，所以即个伫个边仔的这外邦人对着伊
拢非常会敬重安尼。咱在诚做一个好的信徒，无论伫内在伫外面，所表现的拢是清气的。所以，一个教会是毋是会当兴起，真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就是咱每一个信徒的活命，是毋是欢喜来军队基督，来活出基督的活命。教会需要一个信徒做别人的模样，无论是教会内还是教会外的模样。咱定定讲，耶稣是好的牧者，伊诚做咱好的模范，伊徛带行伫头前，伫带路，咱伫边后壁咧军队来学习。所以保罗咧勉励即个提摩太讲恁若安尼行，要救家己搁要救遐听你讲这话的人。所以伫新的一年愿咱每一个人三甲来立志，无论咱的年岁偌济，咱应该伫咱的言语、行达、听心、信心、清洁顶面，拢会当做正人的模范。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人。咱同心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是卑微小可的人，也是误会拉散的人。但是你通过你的宝血来清起阮，互阮有新的活命。祝阮伫新的一年，愿阮会当活出搁活的活命。就是将过去歹的、忧伤的、累积的、误会拉散的来埋葬。阮活出一个新的活命，要往头前的所插的标来跑走。愿上帝差遣圣神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无论伫言语、伫听心、信心、伫品行、伫阮的清气顶面，拢会当做别人的模范。阮有即种的意愿，但是阮亲像圣经所记载讲。阮常常，阮所意爱好，阮无法度去行；阮所不爱歹，阮反倒去做。所以，阮就爱谦卑伫你的面前来倚靠你的气力，恳求上帝坚固阮的信心，也帮助阮，互阮一生年日，阮所行过的路径，有上帝特别的恩典的引带，互阮所讲、所行、所做一切利益正人，延光上帝的圣名。阮伫你的面前谦卑献上祈祷。恳求不配，拢是靠无罪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